很好，我是照顾hen的护理师。很好，请问hen的名是？张俊显，请问hen的出生年月日？民国79年2月30日。好，冇问题。我甲hen对这个凭人身份偏实授权，先甲hen测量生命真相，等下问hen的基本资料。来，我甲hen帮血压，甲hen涂一下疑问。hen的疑问是入室36度，无发烧，收缩压是116，舒张压是76，正常。我简单甲hen做平房环境修改，也是呼叫链，加速柔舒轻，强压力个风射按钮，hen是袂用含护理餐直接公司。我是冇小心，会错同样做。冇要紧，咱家眼睛先面就好。片数内底嘛就这个呼叫链，若是打片数发生状况，hen直接按钮，眼睛就会过来。好，也是面上体位天赋含蛇牌家电，含也是袂用用。好，接落来，我要做入院护理评估基本资料。请问hen条个的好日？太好，hen结婚吗？结婚啊！hen是一个现代，也是含不含人大族谱。我含其他人分养大族谱。普通时有不介内科7片数么？是不介少么？像讲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、日照。拢无。好，请问hen之前有入院记录么？请问hen是不介发现？无大过病院，我的发现是恶性。另外，请问hen的不含人有内外科的7片数么？像讲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。我有日咧就高血压的7片数。好，请问hen袂带血药、自杀，也是什么片袂过敏么？唔会。请问hen之前有做过手术么？无。普通时有结婚、啉酒，也是食槟榔么？拢无。hen礼拜入院会眼睛。我是农业版面查得咯，早草桥。迄桥哦，古早人讲，人忙了，桥先了，人都唔会行，学费都摕冇得错哦。桥要好好保养啊。落力啦。所以hen是直接来急诊室。我分养是我过来的。日期是今日系么？嘿，我养一下hen桌上的蔬菜，每种甜筒么？hen的桥甜筒起梦。好，你个弹性绑带会上岸么？唔会，拄拄好。加速绑带上岸，也是感觉唔错。是甲俺人讲，俺人袂甲hen调整。请问hen的歌分养系么？嘿，请大力中弹由字面打给的蔬菜签名，请留一下hen的填码，也是庄先生本人的填码。你总是每稿记录单，表示一件甲hen人生命7片方面的每稿含环境修改。你这边请hen签名。好。护理师罗拉hen，唔输生意。